香港勝在有 ICAC。我哋香港咁廉潔，真係多得廉政公署咋。廉潔曾幾何時都係嘅。咩啊？你公司俾人搞咩？黐線，好清廉噶，只不過感嘆下香港廉潔嘅排名，唉，跌咗啦。香港被踢出亞洲三甲啊，蒙污啊，蒙污啊！哦，你講緊國際反貪組織尋日公布嘅行賄指數啊？咪係啦，全球28個國家同埋地區當中，香港真係排15咋，比上次調查下跌咗2名啊！單計亞洲區呢，香港係由第3名跌到落去第4名嘅，比南韓爬頭啊嘛！佢哋訪問咗超過3000個嚟自30個國家嘅企業高層，查詢企業喺海外投資計劃同埋出口項目當中，乜嘢國家嘅企業有參與行賄，綜合結果之後再定分數嘅。10分就係滿分，代表完全冇行賄出現咯。香港有7.6分，其實係同08年嘅分數一樣噶，只不過不進則退啫嘛。所以呢，總排名先由第13位跌到落今年嘅第15位啫嘛。啊，日本人就好似我咁清廉啦，喺亞洲區當中分數仍然係佢哋最高，之後就係新加坡、南韓由08年嘅7.6分升到7.9分，超越香港，總排名都升到13位。咁你知唔知邊個地方爆尾啊？仲使問？梗係我哋嘅偉大祖國啦！今次中國叻咗啦，只係排尾二咋，分數仲維持喺6.5分，排名不變。咁咪即係貪污仍然嚴重咯。